大家兄弟平安，咱备办心，三甲来敬拜，请奏乐。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旨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少念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藏伫伊布平看捌的所在，举起我伫石盘顶，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较悬伫我四面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平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请咱三个来吟诗，圣诗84首，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下一江。
员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同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要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天父的天父上帝，你是大有权能，搁愿意听阮祈祷的上帝。感谢你伫阮的困境中，总是无弃杀阮，也总是愿意甲阮三角同行，也使阮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快乐。感谢你，予阮搁一摆来伫你的面前，三角来敬拜你。主，你是阮一生中唯一听阮的爸，因为你从来无弃杀阮。当阮拄着无法度担当的事的时，你甲阮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你安尼，予阮充满信心来恳求主你帮助。当阮心中有疑问的时，你甲阮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囝仔所备办的。对安尼，阮知。主，你有阮所备办的，是超越阮所求、阮的心、阮的灵所拄着的，拢是阮受造的试炼。因为你爱阮坚强家己，你甲阮讲，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解你。所以，阮知你爱阮所行是尊叹你，来敬畏你。主啊，你知阮的心思甲意念。你嘛知，阮所要行、所要做的，阮若家己算阮头前的路，无倚靠你，就家己袂会得着。因为你甲阮讲，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所以阮相信，只要倚靠主你，万事拢通得着亨通。因为你要互阮忧伤变成快乐，互阮的烦恼变成福气。感谢主，对旧年初以来，你一直在保守台湾，互台湾的防疫工作拢会当真成功，百姓也会当过正常的生活。虽然伫5月中旬开始，疫情有一点仔的变化，阮不得不进入到搁较严格的防疫生活内面，有侪无习惯、无方便，但是感谢你。互这个防疫措施有果效，疫情会当渐渐得到控制。虽然现在搁伫2级的警戒中，大家也爱必须有一段期间的无方便甲忍耐。恳求也因为透过安尼的措施，互阮的疫情会当完全来消失。特别也将接种疫苗的过程交伫你的手。求主赐阮赐智慧、能力，互指挥中心会当为着各县市调度数量充足的疫苗。求主帮助咱的国家，无论购买，也是别国捐赠，也是国产的，拢会当有搁较侪疫苗来为百姓拍第一剂、第二剂，会当早一日，互覆盖率达到60%以上。互全国的百姓会当得到好保护力，也互阮所疼的台湾紧紧行出疫情的影响。亲爱的主上帝，阮将一切的需要摆咧伫你面前，求你安康听阮的恳求，也使阮真实的平安。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最后所的名求，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会务往
自家主日，欢迎李国阳牧师带领同工前来本会请安，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油厂教会公告，指挥中心宣布8月初9到23防疫层级降到2级，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将陆续恢复为实体，也是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说明如下：本会已经得到内政部核准每摆100人以内的室内聚会，就是主堂。主日礼拜部分，8月21礼拜六下午6点是亲创伫主堂实体线上礼拜并行。8月22日礼拜日，教会主堂上午8点是台语礼拜，上午10点是华语的礼拜，实体线上礼拜并行实施。8月22日第3场华语敬拜中心实体礼拜50人以内。献歌队部分，各献歌队主日暂无限时，但周间会当练习，也需要依照防疫规范来进行。各牧区小组依个别状况会当采用实体也是线上进行，也需要依照防疫规范来进行。若需要使用教会空间，请事先向办公室提出申请，以便调配安排。因为本会空间的限制，儿童牧区继续维持线上聚会方式，敬请各位家长协助配合。本会早天祈祷会透早5点半到6点半采用实体聚会。本会周3祈祷会暗时8点嘛采用实体聚会。本会的门徒课程、中保代祷、赞美操、真爱林社区照顾关怀等等事工活动，请依照防疫规范甲实际状况自行决定实行的时间甲方式。以上，敬请兄弟留意配合。加入线上聚会兄弟，敬请小组长配合汇报各组线上小组聚会人数。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请务必帮赞细囝做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细囝的权利。疫情期间，请兄弟善尽上帝敬意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善无停止，奉献无停止。第4项，教会鼓励兄弟利用各种方便的方式来奉献。线上聚会者，逐项奉献地会当家己集中每月一届摕到办公室奉献。参加小组的兄弟、小组长若有方便，会当协助代收甲代转。兄弟的奉献也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的银行口座奉献。但是转销了的爱联络办公室单配分干事，各地奉献项目以免周报登录。伫疫情中，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防范，但是毋通惊吓。搁较侪祈祷，搁较侪相关心，用实际行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2，本会2021年父亲节总集有通过赠送每位爸爸礼物，是一个象征信仰图案的批带。到本主日止，请本人和会员到办公室登记领取。第3，本会定伫9月初5礼拜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儿洗礼者，请伫9月29日前往办公室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者，需要信用个别课程1小时。幸福小组全球线上演习会定伫10月初2、10月23、4个周六上午9点半、下午4点举办，费用是1200块，早鸟价是800，830日前报名。教会补助依规定提出申请，请各牧区小组伫8月29日前
线上也伫到办公室报名。第五，下周主日8月29，举行2021年第3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有备心，共守圣餐，同沐主恩。具体消息，互助社综合贷款专案利率年息是0。为今仔日开始，到协会每学期综合贷款额度额满，就停止受理。请欢迎就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司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向互助社洽询办理。以上报告。即时，咱要来恭守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佮讲某人有2个囝，迄个第2个甲老爸讲：“阿爸，将我应得的业分互我。”伊的老爸就甲伊分家伙。过无几日，迄个第2囝已经收拾伊的物，出外去远远的所在，伫遐放荡毁坏伊的业，已经算了，拄着迄所在大饥荒，伊才知欠亏的艰苦，就去挖迄所在一个百姓。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爱将猪所食的豆粿来煮鸡，也无人互伊。伊醒悟就讲：“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米粮食有剩，若是我伫遮底要枵死啊！我若起来去找我的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互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日还久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颔棍，直直甲伊针。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伊遐的奴仆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搁甲伊挂手指，甲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牛来刣，咱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有够活，失落有够得着。因就三角欢喜，愿上帝话踮伫咱心内。即时，咱要来见证，咱来请思潮跟传道来做见证。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一个过去食过毒的人，我前后食毒16年，所以我伫94年入去到即个阮即卖的单位无纹之家，教进拄啊好110年的过程内底，所以我已经伫无纹之家16年。伫我伫食毒的过程内底，我确定会连接到我今仔日的信仰所要讲道的即个题目《路加福音》内底15章。因为我前下咧食毒，食到足歹看，食到山穷水尽，食到亲人一个一个离开我，所以我过着的过程的艰苦、怕远的日子内底，我过到有当时艰苦到是大人气杀我，兄弟姊妹无要插我，所以我足艰苦。伫我伫食毒的过程，我前后无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的家拢伫监狱内底，所以我监狱内底走5-6抓，伫监狱内底走5-6抓。逐摆阮母若去会客堂甲我会客看我的时阵，
我拢再三甲保证，我即逝关厝里我一定会改的。但是一摆、两摆，屏东降压、高雄降压、嘉义降压，安尼来底看我，按客停车包客停车去到降压看我，大概都无4天烧。我对伊的面头前所保证，我袂阁食毒，所以我嘛真无奈，真艰苦，改袂起来。改到阮母安插我，改到阮母安半暝半夜，因为一寡花啊，人写起来互我开，一寡钱塞徛钱嘛拢摕互我去食毒，半暝嘛因为我爱食毒，人伫艰苦，半暝亲戚朋友遐共弄门，共借1000、借2000、借500，要创啥？伊一世人无爱欠人钱，欠人钱伊困袂去，但是为着伊即个细汉囝。第二个囝，我嘛是第二个囝，伊必须爱去共借钱。每一道我若看到阮母啊，去厝边头尾半暝啊2、3点，安尼共借钱，安尼共弄门，我实在看到心肝内真艰苦。但是因为毒品的捆绑，我只有会当安怎心肝内甲家己讲，母啊歹势，因为我安食毒来连累着你，所以有当时啊毒品在食，一边煮毒品。一边流目屎，足想要，就安尼性命来了解，性命来结束。因为我安尼过落，会害死，毋但我的老母、我的老爸、我的规家伙仔，拢会因为我食毒受到连累。当我有即个心，想要自杀的时阵，但是我知影，我的妈妈非常的疼我。我的即个是大人，年老白头毛的老母非常的疼我。正人我的兄弟姊妹无要插我，但是我的老母甲我讲，囝的，有我一日伫的，老母啊袂放弃你。但是老母啊，介惊有一日我脚量得你，目睭磕落的时阵，囝的，你会做流浪汉。阮母啊，即句话，教导阮母啊，真让上帝接伊啊。即句话深深嘛是伫我的心肝内，伫激励我。所以我常常若伫挫折、失志，也是伫服侍内底心了丧志的时阵，老母啊，即句话拢会提醒着我。阮老母爱支持我，我爱搁坚强。交上帝伫我的身躯顶，我爱坚强行落。所以我伫迄无可奈何，想要自杀，想着讲我若死，阮母啊一定对我的尻川后，对我后壁死。所以我做袂落。我伫即个房间若来自杀。我即间厝毋知要安怎，我足艰苦的，我嘛毋知要死嘛毋死嘛毋但是介拄啊好，因为我的姐夫是无文之家的传道，伊伫无文之家伫服侍陪伴即群食毒的人，伊足早就知影我伫食毒，但是伊拢毋捌来甲我讲，有一道转来甲我讲无文之家遐有戒毒的所在，你有要去无？这是我伫降压关4冬。第上尾抓第5抓关4冬半的时阵，转来的时阵，伊看我家己一个人伫厝2个月，伊甲我讲：“你拢也无伫厝里，其实我伫食毒啊啦。”我挡袂牢，我家己一个人的日子，我一定伫食毒啊。伊甲我讲：“你要去无文之家无？”因为我知影我细汉捌去参加人教会的迄种基督教信仰的教会迄种夏令营，我知影教会，我知影福音。无文之家的所在，所以我有甲讲，为着老母啊，感谢你，我会去。我就安尼入去无文之家，入去无文之家了后，介紧就迄个上帝话刺插着，就是即段经文。奇怪，我伫读即段经文，奇怪，长老教会牧师伫讲即段经文的时阵，虽然罗马拼音我听无啥有，但是台语我听有啥有。我第一解互上帝的话，较早降压的时阵，迄个牧师去伫甲我传福音，我听袂落。我真正听袂落，但是迄斗伫无文之家落到福音15章，甲我讲，我规个心肝做啊拢酸起来，安就祈祷，感谢上帝，互我真紧就伫无文之家来改变。所以我阵伫无文之家假期满，我阁继续留落来。我知影我无够，所以我伫南部去到北部，继续造就着家己。今仔毕业了后，感谢上帝，嘛有我一个家庭，嘛有我一个真好。的家后，另外一半嘛支持着我服侍的工作。上届欢喜，就是较顶仔我的讲道内底提起着我的老母，甲我的老爸，
伫我不三时的祈祷内底，最后上帝若纪念我伫有生之年会当看到我的十大人，甲我的妈妈来信耶稣。虽然两个拢去互上帝接伊啊，但是我无遗憾，我足大的祝福。我希望就是讲，我今仔日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恩典的之下，我知影即个永生藏伫我的心肝内。感谢主，就是我的老爸老母嘛会当接受到即个恩典。哦，这是我短短的见证。下面我要来讲到今仔日的讲章，路加福音15章。哦，咱煞接嘛要请施昭根传道要来分享，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觉醒，吼。扫描笔。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疫情的冲击之下，特别上帝，阮看见到你怜悯台湾这块土地，怜悯到台湾所有的百姓，互阮看到世界疫情遐尼冲击，阮会当伫上帝你的怜悯，伊伫疼痛的情形之下，阮阁会当来实体。来教会三角主题，伫遮来敬拜阿罗上帝。祝阮感恩，阮感谢你，求你继续伫疫情内底施阮做工，互阮的政府的官员会当有上帝来的智慧来伫这防疫内底措施更加做好。祝阮下面要来聆听你的话，求你圣神甲阮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下面要来报告阮牧恩之家的事工。我投影片麻烦一下一张。这是阮牧恩之家现在有的所有的据点。阮有行政中心，阮的行政中心伫高雄中正路哦。这是阮对外的窗仔口，每一个要戒毒的人，每一个要戒酒的人，或者是伊有瘾的问题、瘾的问题，要戒毒的人，拢会通常打电话去到阮的办公室来做一个面谈，面谈了后，较入去阮的村来戒毒、来戒酒。阮嘛有一个培训中心，就是即马伫阮戒毒村内底。大年半期满了后，伊无选择倒转去伊的家庭的时阵，通常阮拢会阁继续甲做酒，阮会甲送去内埔龙泉遐继续2年的装备，2年的职场门徒训练中心，互因伫遐会当伫戒毒的时间有长去，嘛会当互因伫培训中心遐培训的所在有一技之长阮遐有中餐，下面我较顶仔会介绍。第三，阮有阿东学园就是青少年这中辍生，足侪因为社会局、足侪法院这囡仔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来失落去青少年过程当中，来行唔对路的时阵，通常来到法院保护官，拢会互因一个机会互伊选择要来到遮。所以，阮有阿东学园，阮嘛有2个戒毒村。我即个所在伫大社边迄个燕巢，拄啊伫港角的对面。我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伫屏东内埔丰田遐，内埔丰田遐嘛有一个戒毒村。好，这我每一个，阮的边仔就是港角，高雄港角，所以我领受到上帝恩典，更加如果若有港角的教法师如果若有港角的人，嘛因疫情的关系，要爱阮入去港角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是安怎伫我的生命改变的话，我通常阮拢会，因为我的边仔有港角，嘛有戒治所，嘛有青少年的民扬中学的所在，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服侍的所在，就是
感觉这是我所走的迄落。这是我伫感觉有当时会记传福音，讲到解毒的一寡消息，互因听。这是阮内埔的解毒村，即阮内埔的解毒村，伫屏东遐，阮的解毒村就是即种的生活，就是即种的风景，比较较无像咱教会有无伫路边，因为解毒的人有当时爱互因心静落来，一段时间了后，较出社会，较来接受着外口的人。所以，这阮解毒村的特色，这是我进佛迄个高雄感觉的对面，我伫佛山的所在。这是我燕巢的解毒村。刷落来，这是阮温den的厨房。我拄有讲，阮的年半解毒了后，阮会送去内埔遐，互因收分。做机会以后要正做无文之家。会同工来陪伴，来用上帝信仰的话来陪伴兄弟的嘛有。如果伊若伫信仰内底，咱较无法度分享的情形之下，伊就会伫即地内底、中餐内底来考着即招，中餐内底来做这便当。所以，阮即嘛有伫便当伫屏东的教会足侪教会兄弟姊妹拢甲阮订，阮就做礼拜了后，阮遐有专门伫做便当的人。即嘛，即个时阵伫做便当，准备较顶自费刷，要送去到屏东的教会，互遐甲阮订的迄落。所以，阮做的所在，尽量互遮个无法度转去到家庭，佮惊跋倒的人，有机会有一技之长，继续伫伊的即个信仰连结内底，伫即个所在会当来经营伊家己的这落。这是阮团契囝伫阮的解毒村底解毒，是大人嘛爱对阮即地有淡薄仔了解，无毋知所以阮的家属团契内底，拢总是食毒食酒的家属会来参加阮的家属团契。阮嘛有家属团契内底的赖群组，一寡消息，一寡关系无文之家解毒的消息，关系一寡信仰的消息，利用这段时间疫情内底，拢伫赖群组内底。阮伫教会的时阵，有当时嘛会连结教会，互连结教会，连结着家属团契的人来看做礼拜基督教做礼拜的定数是安怎？基督教做礼拜尽量信仰互因。阮有家属团契，实体上阵会当100个人，设来100个人，阮就继续实体内底伫九如教会来家属团契，利用家属团契过程内底，互因教因的囝内底，知影因囝。伫内底解毒村解毒是伫过什么款生活？为什么要信仰互伊？为什么家内厝内的人，因为家属解毒了后改变，是安怎厝内的人伫家属团契内底，因若有福音，嘛有家属团契的人，会是大人嘛有人要信主的即个可能有老多来接受着福音，所以阮有做即块家属团契。下面我要来讲到即个。觉醒顶面就是我的是大人，教我妈妈，教我伫无文之家16年，教我伫外口食毒16年，无文之家16年，共32年。所以伫我20几年前的日子内底，即两个老人公母台语讲的、世俗的讲的，即两个老的真正有够艰苦，落是但是你知影福音解毒讲的。一个全家若一个人家庭内底若出一个啉酒，无法度控制，逐工啉烧酒醉，倒伫路边的，也是讲逐工食毒，去用关，改袂起来的人，真正是规家伙仔的艰苦啦。因为定定像我食毒，我的爸爸妈妈就爱承担安怎，定定有管区的来。定定有警察来底搜票，敲你的厝。因两个有够单纯的人，是安怎？伫日子内底，即两个单纯的是大人，是安怎？定定就爱面受着警察来厝的咧敲啥？敲看我内底有毒品无？敲有诶无？因为人甲我报讲我伫食毒，所以定定就来敲。但是即两个是大人，我拄有见证讲过即两个是大人，感谢上帝。伫我有生之年改变的时阵，我会当看到
陪伴带我的是大人，教着上帝做工，教着兄弟姊妹会介入陪伴内底，我的老爸老母啊，从基尾拢信耶稣。但是我知影伫上帝遐，但是这就是我无遗憾的。我为今仔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是会当看到我的是大人来信耶稣，这是我一生中上介大的祝福。好，拄则咱看到的经文内底，这段圣经节，是世上会当讲我接受到信仰内底上介感动的一段经文，上帝的经文，上帝的故事。我过去伫14月的时阵，我是伫艋舺，即马第一届疫情爆发的所在就是艋舺。但是我8、9当前伫艋舺伫14，我伫艋舺伫14的过程内底，只要我读经，互遐记者听；读经，互遐流浪汉听，因拢有当时啊听咧，拢无感觉。但是我若用这段圣经节，觉醒这段圣经节来读互这个流浪汉听的时阵，我拢感觉到因听了后，拢一直会流目屎。过即几工的新闻嘛，报一个流浪汉死了后，伊的迄个走路袋啊，耙迄个袋啊，竟然内底有500万呐！有500万是安怎要搁流浪啊？伊的身份无共款，但是因哪会要搁流浪？所以我感觉我伫咧三冬伫艋舺遐教阮牧师，阮唯一的习惯就是拢传福音，互这个流浪的。但是我来用这段经文，因拢非常的感动。上帝拢透过这个经文来刺激因，因我嘛伫当中，服侍这3年，介少咧看到流浪汉受洗的嘛吼。但流浪汉受洗是安那？流浪汉受洗了，伊出去嘛是搁流浪啦，伊出去嘛是搁艋舺公园，伊出去嘛是搁台北车头。但是咱为就是讲保罗讲的，欠福音的罪内底，不管是啥物人，我今仔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救赎了后，不管是啥物人，我即个上帝为我定十字架，即个罪我行袂了，所以我尽我所做的，嘛是甲福音传互这个流浪汉。最近有一个流浪汉，因为疫情的过程，艋舺遐疫情较落，买落来到我遐解毒，一直甲我解酒，一直甲我讲，老师啊救我安尼。我是来真挣扎，疫情内底到底要接你几啊到 PC 安尼啦，断伊安尼，最近有较顺利，疫情然后控制落来，所以我伫迄地做的艋舺的过程内底，这段经节定定互因会当透过这段经节，透过上帝话，或者流浪汉，因为你无传福音无因，毋知影啥物人要传福音无因，但是因听了后，过一个冬天寒流来，伊阁死几啊个伊啊，我较早伫遐服侍就是安尼，但是伫因有生之年，伊有听到福音，伊有伫我艋舺即个附近的教会，阮咧做游民中心的即个教会内底，阮牧师替伊受洗，所以甲永生劝互因。我有安尼讲到，细汉囝，甲是大人讲，爸。教你我所有的一切，我该有的，互我。咱知影，这段经文耶稣在讲，耶稣深头用2个比喻，第3个比喻较人的比喻。耶稣的比喻内底，7样的比喻，7钱的比喻内底，甲咱讲，因为耶稣疼侪人，耶稣教侪人，耶稣教抽象的，这个人要来听耶稣讲道，因为。在过程内底，自己伫遐讲道的时阵，自认为家己是义人的法利赛人，甲着文士这个经学家来看去叫耶稣和这群人做伙产生安怎？你是耶稣，为什么教这个罪人做伙来产生耶稣做这个比喻？其实耶稣做这个比喻最重要，要点醒这个经学师，点醒这个律法师，互因知影。上帝的心意是疼每一个人，上帝的心意无爱一个人失落，爱侪人
来悔改，所以耶稣最后用人的比喻较亲切来比喻大汉囝甲细汉囝的比喻，互这个人更加来了解上帝的心意。因为这段经节非常的感动。我知影教会的时阵，常常伫节日过去无疫情的时阵，啥物节日的时阵，啥物教会要节日的时阵，常常会用这段经节来演戏。对这段经节嘛非常的感动就一个人，这个细汉囝出去，这个细汉囝出去的过程，甲我的人生非常的共款。我17、18岁，我就插买我爱我有的财产。其实我嘛是舞了伊啦，但舞甲食毒啦。所以很贴切，甲我的遭遇非常的共款。所以遭遇非常的共款，这段经节就真做我非常感动，激励我。因为细汉囝的遭遇，咱知影，艰苦耶稣比如这个囝出去了，但是这个囝唯一伫第2段内底，好版本是啥写他醒悟过来。但是我用这个主题觉醒。这个细汉囝觉醒，一个人要觉醒非常的难啊！伫我咧食毒日子在伫食毒16年，你要叫我觉醒起来、醒起来我毋对伊我较早食毒毋对，我较早用管真正见效，我拢无感觉。当我有毒品拔掉的时阵，我拢无感觉安尼。所以唯一要互一个人会当伫毒品、伫酒精的捆绑内底来觉醒。除非上帝恩典，甲上帝的话啦。这段经节咱试插落，我规拢醒起来呢。这段经文较会甲我的故事一模一样。我相信我过去伫网家实习的时阵，迄种的感动、家友的感动，我感觉这个经文嘛刺插着伊的心，所以伊较愿意要受洗。一个流浪汉，伊都无愿望伊要受洗啥物？一个流浪汉伊爱的是安怎？有饭通好食，有人通好赞助伊，有钱通好摕，网架庙遐有饭通好讨，有饭通好食，安就好啊！你当来讲耶稣听，伊才要听。实际，我按3、4年陪伴伊，我嘛看到一个人受洗，因为上帝的话来刺杀着因。第2段，这个细汉囝觉醒了后。有一个心肝头，有甲咱讲，经节甲咱讲，伊得失天嘛得失白，伊觉醒爱有行动，这就是阮戒毒村内底的弟兄，我常常甲激励，觉醒嘛爱有行动，袂使觉醒今仔日感动尔，后壁就袂记你头前的艰苦啊。细汉囝互咱看到，当伊觉醒了后，第2个做法就是起来。起来，伊要去佗？伊有一个目标。伊今仔日起来的目标，就是要倒转去伊的是大人遐，甲伊的是大人讲，甲伊的老爸讲，伊得失了天，嘛得失了爸。这段经节，伊的觉醒，耶稣基督伫这段经文内底，互这个罪人，互这个细汉囝的比喻内底，介大的恶乐，就是伊觉醒。其实阮无文之家来阮戒毒的。弟兄内底，毋是逐个拢改变，有哪有一寡年半有信仰互伊，但是年半了后，伊要行世界的生活。伊出去了后，无爱念结教会的生活，伊要搁去啉酒的生活，所以介紧就迄个世界吸引抽伊啊。伊认为讲伊伫无恩之家年半强啊，酒无食啊，我出来会当改变外口，改变是大人对我的看法。改变着社会，我要去找工课；改变着头家对我的看法，我已经酒戒起来，我已经毒戒起来。但是10个内底占差不多8个拢失败。今仔日昨这2天嘛接到一个消息，我的弟兄过去来我无文之家，1逝、2逝、3逝、4逝解酒的同学来过生日。听讲4个多月啊，安尼啦，听讲4个月啊，听到真感慨所以一个人会当觉醒起来，真正是上帝的工作。当伊觉醒回来起来的时阵，
对厝转去，咱第30个经文后半段，互咱看到，当即个细汉囝转去到厝的时阵，是大人早着，即个要比喻着上帝，就是疼咱每一个人。当伊转去的时阵，是大人早着准备伫遐。当即个是大人看到囝转来的时阵，毋免着等囝来对是大人讲任何话，是大人着甲揽的，着甲斟啊，啥物话都毋免讲，转来着足欢喜的。所以我伫服侍的过程内底，我袂去笑我的解毒离开着无分之家的弟兄，来笑因搁食毒，笑因搁食酒。我希望因是安怎会当倒转来上帝的身躯边，失败无要紧，跋倒无要紧，搁食毒无要紧，爱认罪悔改，搁倒转来无分之家，继续伫上帝的厝内底，继续互上帝甲你改变。一摆失败无要紧，但是我安尼在找，安尼在鼓励的过程内底，我就是上惊我的弟兄，甲犹大共款，1866去，咱在讲的。有当时啊，就咱找无人，所以当囝转来的时阵，是大人，这就是上帝的疼。上帝的疼安怎？但不三时，就伫摊开双手，爱咱失去的囝转来。我相信咱教会兄弟姊妹嘛有当时啊有久无聚会，也是讲久无来教会聚会，咱的牧者、咱的牧师啦、中职长老啦，那拢会笑念即个兄弟姊妹，哎，足久毋捌来教会啊。咱嘛拢会安怎敲一通电话，也是家庭拜访一下，来教会团契，久无看的安尼。所以伫即段经节，咱最后咱看到即个细汉囝觉醒所作所为，得到伊的是大人，无甲计较伊的过去毋对。所以当我的老爸、老母，当我的老母过身信耶稣了，我的老爸要过身的时阵，因为我食毒，我的老爸差不多10几年毋捌含我讲话啦。我的老爸毋捌含我讲话哦。当伊伫安泰4个月较离开，这4个月伫安泰的时阵，我若有放假，我若有时间，我就去安泰看伊。啊，人要巧伊啊，拢会细细念一寡有诶无诶话啦。迄啊，介绍要离开迄种咧严嘛，要离开啊，怨叹遐，怨叹遐，怨叹阮大诶啊，甲顾一个啊，你知影？一个病久诶人哦，无孝囝啦，无孝子啦，吼，吵规工，要请看护去甲顾伊嘛无爱，啊，必须。啊！我伫服侍，必须着我的大兄甲顾，怨叹东，怨叹西，怨叹讲伊咧人咧辛苦咧病痛，安吵，我的大兄拢无要插伊安尼。我有甲讲，我爸过去真正我毋对，对不起你。但是我的老爸甲我讲一句话：囡仔，我叫囡仔，我早着原谅你啊啦。爸早10几年前看你改变，就原谅伊啊！只是我无要含你讲话啦，感谢主。尾啊，即个铁齿的人有哪要受洗啦？所以上帝就伫伊身躯顶来做工，甲着是全教会的兄弟姊妹去咧关心，最后迄个硬头到尾嘛变软头伊啊，愿意来受洗。所以细汉囝的做务要甲咱讲，咱会毋对，但是无要紧。上帝悠然听咱每一个人，只要咱毋对，咱认罪，咱悔改，咱继续倒转来上帝的身躯边。最后结论内底，阮知影，阮无分之家做的即种的工课，是一般人无法度去了解的。因为做即个解毒，阮好佳在这是甲精神保护的合作，无啦一个解毒村若伫一个点红知影尔，一世界人都要赶阮走呢。听到解毒要做解毒的尔，无要互你做，啊无要互你做，这食毒的要安怎？所以就是上帝也怜悯着这解毒的人，
设一寡的所在，拄好有无文之家，甲着晨曦会即个所在，互阮遮食岛的人，甲我共款有机会来捌耶稣了后，成做上帝的器具。但愿兄弟姊妹继续为阮伫即块做解毒解酒的时间内底，甲阮纪念，替阮代祷，互阮伫陪伴遮的失落的人的身躯顶。你知影救一个人食毒的人，醒起来，救因规家伙啊！我相信教会兄弟姊妹，咱亲情50内底有哪有酒食假的啊？对，啊，咱嘛毋知要安怎。啊，若有即个机会，咱嘛会当来考劝啊，即种被酒捆绑、被毒捆绑的人，都有上帝有设立一个无恩之家即个所在，希望因会当有机会入来到即个生命所在，生命改变，以后来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的话是遮尔啊实在，是遮尔有气力。阮知影人做袂到的，只有上帝的话会当刺激咱，互人的心会当来精醒起来，互人的心会当来觉醒。感谢上帝听阮，感谢上帝，互阮即群世人气杀、世人看无起的人，会当因为上帝设立的无恩之家即个所在，阮的生命会当重新顶头来得到永生的生命，会当成做上帝的见证。最后嘛，求上帝继续伫油厂长老教会内底做上帝你的工，互得救的人一个一个因为上帝的引带，伫遮会当来认捌上帝。祝福油厂教会的兄弟姊妹、家庭、事业、今日世世，拢有上帝大大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回应诗，圣诗537首，圣诗537首。迷路的人着行倒转，请起立吟全首。
咱即是咱为着几项事咱来讲来讲到。第一，咱为着咱的疫情，咱的台湾的疫苗会当充足，咱知影咱怎啊疫苗有欠缺，咱为着这疫苗的需求，咱来祈祷。第二，为着咱周围的国家印尼、印度、日本、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巴西这国家的疫情来大倒咱也知最近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掌权造成侪人受迫害，特别基督徒。咱为着这阿富汗这政权这整个国家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的成长的目标来祈祷，咱为着咱事工的需要，咱来祈祷。咱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上帝怜悯，医治因的软正肉体，互因紧来恢复健康。咱同心开声来祈祷，是阮听上帝，阮的主任前献上阮的祈祷，主阮这点为着阮台湾的疫苗的需求阮来祈祷。主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主，无论阮是台湾的高端疫苗，也是阮对国外进口的 AZ、莫德纳，也是BNT，主恳求你帮助，互阮台湾的疫苗通过社会各界的观众通过国家的研究，互阮的台湾本土的疫苗会当得到。主，互台湾疫苗无欠缺。主，阮也为着阮这周围国家，印尼、印度、日本、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巴西，主啊，这几个国家的疫情嘛不止严重，愿上帝你怜悯，通过这种掌权的施政互因的疫情来得到控制。主你帮助，阮知影最近阿富汗的塔利班的这个叛乱分子掌权的阿富汗来压迫侪人特别妇女甲基督徒，愿上帝你怜悯，互这塔利班的政权，这通过国际的政治、国际社会的谴责，互因对未来的施政无搁迫害，互阿富汗直进入一个正常的国家。主你帮助阮的教会，互教会的成长目标，互阮的温群做工，互地球人日日加添，互阮教会对信仰的中间有坚信，互阮的奉献会达到主你看作好的祝福。主你祝福阮的教会，阮的事工，无论生命教育得胜者更新员是阮的赞美操1919中保事工。幼工的教育事工、性幸福小组、门徒训练高雄大学印尼学生事工、真爱协会，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这事工，主无用疫情来影响阮对主你服侍传福音的心，愿主你帮助，愿主你神眷顾阮的兄弟肉体软子欠缺，愿主你神借着因的医生医治因的弱点，互因的病痛也得到消除。互因身体恢复健康，愿主你施恩带领帮助阮，眷顾阮的需要。是阮听上帝，阮以主任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主你施恩带领，伫阮欠缺疫情的时阵，主你是阮耶和华以色列主，愿你为阮避免阮的欠缺，阮也恳求你顾惜阮周围的国家，因的疫情嘛是真严重，愿主你的神来眷顾，主你的神眷顾阮教会，无论阮的事工，无论阮有定的成长的目标，主你拢一步一脚印来引带阮，主你带领离阮的身体拢这兄弟，互因的病痛得到主你的医治，身体恢复健康，见证上帝荣耀主，愿上帝你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执事收奉献。今仔是无阮自家奉献主日，周报内底有奉献地，请咱姊妹、兄弟姊妹踊跃来奉献。
起立金凤献诗。心来的上帝，阮非常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作为，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求主帮助阮，成做一个会当荣耀你的人，并成做阮四周围人的祝福。阮要用阮的金钱来服侍你，求你予阮成做慷慨佮欢喜奉献的人。阮将阮的奉献交伫你的手中，愿你使用阮的奉献，为着教会的事工甲大使命，求你特别将你保养福音的动力放伫阮的内面。愿今仔日的奉献、敬拜甲学乐，拢得到你的悦纳，得到你的感动。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祝福车肯390首。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角地地，从一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闭会，咱下早第一场下礼拜就到这结束。